来继续来看新竹县的司马库斯风台来升长，连外道路断路，司马库斯变做孤岛，150个人掉伫内底。本地是昨下晡要来空投着物资，但是山顶大雾大真高，只好放弃。早起一透早，这个直升机分三个梯次，顺利甲1栋半的物资运送到位。若这个路要修理较好，要过10天的时间。 也双手指挥直升机降落，地面上所有警员准备将一箱搁一箱的物资拢送出去。大家将生活必需品轮流搬去直升机，新竹县司马库斯道路登去。原本是按算昨要送物资，所当着大雾，改到今日。直升机一到位，大人囡仔拢出来斗3共半。 头一批物资大概伫7点48分送到，半点前后第2批也到位，8点47分第3批送了，超伫50分顺利完成任务。1.5吨的物资来由直升机运达，那其中包括了8.1公斤的药品，还有面条、米、口粮、罐头，这些泡面以及鸡肉、猪肉、鸭肉等等。 以及还有小孩子使用的尿布、奶粉等。虽然暂时未去要到，也毋过这条桥要修理好势无遐简单。司马库斯2号桥去互大水冲断，大概有150个人掉伫部落内底，现场的地形倾斜，加上佮一直咧放山，人甲车拢真歹入去，要抢通抢行佮需要10天。 塘市复兴区赶快使用直升机送物资，花莲里新兴部落唯一的连外道路登去到达也被抢通。34位居民受困，边坡的土石持续崩落，所以抢修工作非常困难，也非常的缓慢。物资会当动3天，大部分的地区恢复供电，也毋过山区灾情严重，也无遐紧恢复通行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